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7月1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5篇第11节到20节，箴言19章第1节到17节，约翰一书3章11节到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彼此相挺。昨咱有讲到袂当用这种看人看袂起，也是讲欺负这个人善啦欺负孤儿寡妇啦，甚至应该着爱爱上帝，疼上帝，着爱尽心尽力来疼厝边亲像家己。所罗门王劝勉人着爱行为正直，着爱诚做有智慧的人。就好像亲像昨雅各书所强调的，着爱有好的信用行为的见证。箴言19章第1节到17节所罗门的话安尼讲：行为正直的善车人，较赢讲话诡诈的戆人。热心无知识毋好，曲总颠倒会走毋着路。人因为愚妄迫害家己的前途，伊的心颠倒怨叹上主。好业朋友就加真济，善者朋友就拢离开。最伪情的一定会受刑罚，讲白贼袂当逃脱责罚。有权的人甲伊扶他，慷慨人做伊的朋友。善车人连兄弟也拢厌恶，朋友搁较会离开伊。伊日要甲人讲话，人毋插伊。有智慧者会晓得疼惜家己的性命，珍惜知识会得到福气。做伪情的一定会受刑罚，讲白贼的会灭亡。戆人生活车花无合，仆人管辖主人搁较无应该。人有见识就袂快受气，无追究人的过失是家己的公营。王会受气，亲像狮大声吼，伊的恩惠亲像草顶的露水。囝戆老爸的在爱，某吵闹亲像雨水哭滴。这个厝体财产是祖公所留，贤惠的某是上帝所赐。面单互人困当面，烂死的人会夭娥，遵守诫命会保全家己的性命。无注意上帝的道路，就会抵到死亡。真济善车人是照护上主，上主会照伊所做的行义。着爱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亲像诫命也教导咱，着爱尽心尽意尽心尽力来疼上帝，嘛着爱疼厝边亲像家己。约翰嘛提醒初代教会基督徒着爱彼此相挺。伫约翰一书第3章11节到17节，经文一开始就提到着这个教导伊讲，咱着相挺，这是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。咱毋通亲像该隐，伊属邪恶的，有杀死家己的小弟。伊哪会杀死家己的小弟？因为伊的行为邪恶，毋顾小弟的行为正直。兄弟姊妹世间人若怨恨恁毋免奇怪。咱知，咱已经出世入狱，因为咱有疼兄弟姊妹。无疼人的是踮伫死的管辖的下面。怨恨兄弟也是姊妹，是害人。恁嘛知，害人的永远的活命无踮伫伊的内面。
基督为了咱牺牲性命，对安尼咱知什么是疼，安尼咱嘛爱为着兄弟还是姊妹牺牲性命。若有好嘅人看到兄弟还是姊妹有欠缺，也无同情怜悯，哪会当讲伊有疼上帝？若无彼此相疼，对家己的亲人无好个，就袂当讲家己是疼上帝。就亲像新的诫命所教导，疼人甲疼上帝是同款的重要啊！基督徒就爱透过疼人来表达疼上帝的这个信仰。诗篇25篇11节到20节，上主啊，我的罪真重，求你赦免我。敬畏上主的人，上主要指示伊所着敬的路，伊的心神会得到安息，伊的后代会承接所应允的土地。上主甲敬畏伊的人是亲密，要将伊的指示因。我的目睭不时仰望上主，伊要互我的脚脱离落网。求你越过来看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孤单困苦，我心内真济忧苦。求你救我脱离拢总的患难，求你关心我的艰难困苦，除去我一切的罪。你看，我的对敌遐尼济，因真恶毒怨负我。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拯救我，互我无失败直到见效。因为我靠你，主啊，阮感谢你赏赐阮救恩，也好调阮成做你的仆人。阮会通来学习疼人亲像家己的性命来见证阮是疼上帝的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